各位兄弟平安，新年恭喜，耶稣听恁。咱这时要来练习咱早起要吟的诗，圣诗31首，天父听咱世间正人。第一节，天父听咱世间正人，相所大事成行，真叫社会明听通，天父实在是定，天父上帝真正是定，连我也得你听，写我一切有为罪过，天父上帝是听。这条歌大家拢吟了真好，咱过来吟543首，543首。第一节，我爱我主的宽心，爱我无快受气，伊无怨恨我人民，常常温柔谦卑，我有主的宽心。每把关关山顶，甲咱天父三见面，我爱做伊学生。第二节，我爱学主的关心，爱学伊大听通。虽然爱有人歹款待，有我款待人，我有做的关心，爱出那条路，做工尽我的本分。来归延更何中？最后咱来吟390首，这条咱原来真熟吼。天父万福本愿，愿灵极大人来照增。阿拉耶稣受我罪犯，罪我中保将你万关。这三条诗咱拢真熟。咱练习到这，若有炸手机，请你将手机关起来，还是关做震动，多谢。
来啊，咱着耶和华唱歌，求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来到伊的面前，感谢伊，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咱三甲来吟诗，圣诗第31首，天父疼痛世间正人。圣诗第31首，请咱起立来吟。咱三个用师徒圣经来信仰告别。我会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，
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xuất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咱三个用上帝的话来启应，启应文第十一篇，诗篇32篇。罪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。上主无算伊的罪，佮心无干燥。我若点点毋认罪，你的手每日重重刑罚我。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，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。安尼虔诚的人，通伫找着你的时，拢着对你祈祷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。会庇佑我脱离艰苦，我要教示你，指示你应该行的路，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。歹人会受真济痛苦。义人啊，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全能慈悲疼痛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你是创造统治人甲万有的独一真神，你施行审判甲拯救，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阮的罪过。伫即间试验严重的时，互阮有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赦免阮所犯一切的罪过，因为你是活命的救赎，互阮会当得到活命的更新。阮较无你的话，互阮用信心笃笃来信靠你。阮知你是阮的主，也是全地的主。阮也要为着遐受着试验、患难、艰苦的人来祈求，求你用你的疼甲因同在，也帮助因来认捌你，也互阮会当平安来度过即届试验的疫情。求你帮助阮听探你的命令。互阮的教会会当真侪传福音的教会来传扬你疼痛的福音，只有伫你的疼痛的内面，阮才会当得到完全。求你怜悯阮的软弱，引带阮行永远的道路，帮助阮伫你的面前得到丰盛的生命，赏赐阮有气力抗赢一切灾难困苦，互阮通行伫你替阮陪伴的道路。一世人伫你的面前，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你，愿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你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。
赞美。今仔日圣歌对要吟的诗是：求你撤销我罪。咱三个来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章第9节到15节。第二节的圣经记载伫创世纪第9章第8节到17节。马可福音第1章第9节到15节。当这个日，耶稣对加利利拿撒勒来，伫约旦河对约翰受洗。这时对水起来，就看见天裂开，圣神亲像钱仔降临伫伊的顶面，佮对天有声讲：“你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欢喜你。”圣神这时
逼伊去旷野，伫旷野40日，拄着撒旦刺，也甲野兽三角大有体赛侍候伊。约翰已经关家，耶稣到加利利，传扬上帝的福音，讲日期满啦，上帝的国近啦，恁着反悔来信福音。第20个圣经记载伫创世纪第9章8节到17节。上帝甲拿甲伊的囝讲：我甲恁以及恁的后裔立我的约，抑阁遐个甲恁伫地一切活物，就是甲恁伫地的飞鸟、精星、一切的走兽，既若对大船出来，地上一切走兽立约。我甲恁立我的约，我有肉体的，既有肉体的，无搁互大水灭无，也无搁有大水毁坏土地。上帝讲：我甲恁，也甲恁遮的，甲恁伫地各样的活物所立永世代的约是有记号的。我将我的经下伫魂灵，当做我甲地立约的记号。以后，我互魂去掠地时，要有经出现伫魂灵，我就纪念我甲恁以及你逐项有肉体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无搁泛滥毁坏。一切有肉体的物，肯要出现伫魂灵。我要看伊，我要纪念上帝甲地上逐项有肉体的活物所立永远的约。上帝对拿讲：这就是我及甲地上一切有肉体的物所立的记。上帝对记号。咱的牧师今仔要讲到的题目是“雨过天晴，雨过天晴”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拣选阮通成做你的囝儿，互阮会当三学习敬拜，三学习服侍。主点伫这个时代充满挑战的时，愿主你点伫阮逐人的心，互阮领受快乐，互阮领受祝福，也对你的话语，阮得到帮助。同齐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现在大家平安。咱应该拢捌看过鲸吧？啊，你敢会记你上水的一摆记忆？你看过生做安怎？敢有上水的？因为进前住伫东海岸，所以有机会看迄个足水的鲸。有一摆我去拍篮球，拍篮球了，准备要转去厝的。啊，踮伫远远的海边，一个有够大的鲸，就规个拢挂伫咱的天里。啊，当咱看到迄个鲸的时阵，路上的人拢安怎咧？逐个人拢停伫遐，开始翕相，摕出手机仔来。啊，但是手机仔足歹翕的对无？伤大，所以手机仔足歹翕的。逐个人一直踮伫遐，想要掠落来这个上水的景地，但是老实讲，一切科技的产品要甲伊翕甲足水的，有伊的困难度。咱唯一会当做的是啥？靠咱的目睭，靠咱的目睭去看上帝所赏赐予咱这个水的景地。来到伫西部了后，逐工看天会发现啥物？
来到伫台南上大的差别是，看天的时拢看到那亲像雾雾无明。咱现在拢知影这叫啥物啊？这叫霾吧。咱大概知影这应该是咱的空气受到污染。啊，咱的空气受到污染，除了境外的污染以外，老实讲，境内的污染嘛是非常的严重。当咱咧看到这个物件的时阵，毋知咱会想到啥物咧？那检采的话是咧，那亲像人犯罪，假当人甲天中间的关系。咱无法度阁看见迄个足清的所在，咱所看到的那亲像一个雾搭着咱的目睭。人的罪检采就是安尼。逐摆咱咧读创世纪内底即个拿阿的故事的时阵，看到所有的星出现、彩虹出现，咱会感觉这是一段真特别、真受祝福的经文。但是咱恐惊毋通袂记哩，这段圣经咧讲啥物？这段圣经进前伊所咧表达的是啥物？是人的犯罪，是人所犯着的罪，递到上帝需要用刑罚的方式来互全地受到毁灭。上帝拣选拿阿进入大船内面，踮伫大船内面的拿阿外面发生啥物事？一直咧落雨，一直咧落雨。这个雨到底要落到什么时阵才有机会通停呢？其实因毋知，一直落雨，一直落雨，毋知影什么时阵才要停。世上一切的人失去性命，一切的动物，一切的飞鸟也失去因的性命。上帝要毁坏一切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问题到底出伫对？老实讲，上大的问题拢是啥物？上大的问题拢是人，上大的问题拢是人。人伤过掠准，家己拢是对的。人想要彼此竞争，人破坏甲边仔的人的关系，也破坏甲这个大地的关系，破坏甲上帝的关系。直到上尾啊，上帝通过这个降灾的方式，要互一切重新过来。照青年人所讲的，这叫做砍掉重练。重新错掉，重新过过来。这个雨一直落，一直落，踮伫船内底，那因一直咧期待雨会过吧？雨应该有一日会过吧？天应该会晴吧？总算经过一段日子了后，雨停啦，水退啊。那甲大船内底所有的人、动物。总算会当出来。当迄日因看到天清的时，挂伫天顶的是啥物？轻点伫遐出现啊！上帝的愿意临到啊！这就是我甲恁以及恁的子子孙孙所要立一切约。以后只要看见这个约，我会知我袂阁毁坏一切。所以咱到今仔日通过这个轻的约。咱知上帝甲咱伫地，上帝将这个约赏赐念伫咱逐人。伫这段时间，台湾围雷踮伫全世界疫情变化的时，咱敢有感受过？咱即块岛屿哪亲像一只大船呢？咱即块岛屿亲像一只大船，踮伫即只大船内面，咱敢若是安全的。全世界拢受到病毒的影响，全世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咱踮伫即只大船内面，咱是安全的。咱会当维持正常的生活。咱照共款，明仔载开始学生要开学啊，咱幼儿园开始会当安排至少踮伫岛内会当开始出去佚佗，咱会当开始自餐，咱会当做礼拜。就算讲过年进前，咱有小可紧张。发生桃园病院的感染事件，总是一天一天过了，咱是稳定。踮伫即个岛屿内面，咱若亲像踮伫大船，咱是安全的。但是这嘛真做一个真特别的经验。
敢若全世界发生啥物代志，甲咱无啥物关系吼。敢若全世界发生了啥物代志，咱踮伫即块岛屿内底面是安全的。只不过，当咱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全世界性命共同体的内面的时，疫情毋是别人的代志，咱必须踮伫安全的时，也不断去想，伫我家己，我是犯着啥物罪，得罪上帝，也得罪人嘛。直到人类受到遮尔大的灾害，咱需要敲找上帝的拯救。过年这段时间，咱教会陈上仁老师来找我，伊也将伊新出版的册介绍给我。最近伊出版一本册，叫做《21世纪的教牧伦理学》，这是陈老师伊最近所写的。经过神学院院长的经验，还佫有伊本身读伦理学，伊对整个的教会提出一个议题。伊提出这个议题叫做：咱会面对机构性的腐败，一个机构的腐败，机构性的腐败，这是特别对长老教会所讲的。咱的机构会开始发现有一个拄着新的问题，无论是学校少子化拄着问题，也是病院咧经营拄着问题，也是教会发生一代志受到冲击。伊讲，咱会面对教会受到机构性的腐败，但是这个机构性的腐败拢对开始的。机构性的腐败，老实讲是对个人性的腐败开始。咱无正面去看待罪会影响咱无正面去看待咱每一个人拢是有罪的人。廖准讲，迄拢是别人的代志的时阵，整个机构的腐败会影响咱全体，会影响咱踮伫这个生命共同体内面，咱会受到冲击。有当时啊，踮伫即座大船内面，咱感觉咱拢徛起伫一只大船内面，咱是安全的。但是，愈踮伫即只大船内面，咱愈会去袂记哩一件事，就是咱永远是罪人，需要上帝的赦免。自我中心的罪影响咱每一个人。廖准讲，迄一切的困难拢是别人的代志，甲我无关系。逐摆听上帝规矩的时阵，拢感觉迄是别人才需要听，我拢无需要听，因为我已经是义人啊。所以，咱会认为我甲罪是无关系，无拍算就是因为安尼。所以，对个人性的罪影响到伫团体性的罪，整个机构拢受到腐败。踮伫现在这个世界下面也是安尼，但是受到整体性的腐败，直到这个灾害一直踮伫咱的生活中间出现，咱也咧期待。敢会当赶紧好过天晴嘛？咱嘛咧期待，敢会当赶紧过一摆看见天会当出现无？咱的生命会当看见新的代志发生无？踮伫一切苦难的过程，踮伫一切无顺遂的过程中间，敢会当上帝啊赶紧过一摆将你的约放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互阮得到拯救吧？所以，咱要对这个约来看耶稣伊的出现。马可福音所互咱看到的，这段圣经的记载是耶稣头一摆出现，踮伫马可福音内面。约翰踮伫旷野宣讲悔改的洗礼了后，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人来踮伫约旦河受约翰的洗。人类是犯罪，但是耶稣敢有犯罪吗？人类是有犯罪，但是耶稣并无犯罪。但是耶稣却踮伫遮，伊领受洗礼啊！对整个历史以来，整个以色列拢一直踮伫罪恶的捆绑内面，直到因听无上帝的声音。
所以约翰的信息对因产生了意义。耶稣点伫遮出现，马可咧记载的耶稣嘛，敢若无啥物特别，伊就是出现，伊就是踮伫约旦河内面领受洗礼，无啥物特别的。佫续来，耶稣对水里出来，看见天开，圣神亲像子仔降临踮伫伊的身上，对天顶有声音传来讲：“你是我所爱的囝，我所爱的。”毋知影咱捌详细感受即段圣经咧讲啥物？咱拢会足紧的。咱想看觅即段圣经边仔的人有看到上帝即个特别的情景，甲上帝所讲的话，边仔的人敢有看到？有当时咱咧读其他的福音书内面，咱会足紧的。那亲像耶稣受洗礼迄个时阵，天忽然间天开，然后对天有子仔降临。但是咱若详细来看马可的记载，咱会发现，这段伊的记载内面，那亲像是耶稣个人性所感受到的，那亲像是迄碟，伊对水里上来，看见天开，圣神降临，那亲像子仔伫伊的身上。那亲像是耶稣家己真第一人称去感受这个画面，所以老实讲，边仔的人无一定有看到，是耶稣知影这件代志。踮伫马可的内面，若是伊所表明的是，敢若耶稣看见、听见，检采有一个可能性，人想要追求真大的、真请赢的阵仗。但是照着耶稣受洗这个事，拯救要对每一个微细的中间出现，对一个个人性的代表开始出现，也就是迄个团体性的罪恶，必须爱对个人性的悔改，个人性咱每一个人真正去面对咱是有罪的人。对咱是承认咱是有罪的人开始，才有可能带来整个团体性的改变。受洗礼了后，这个声音真紧将耶稣带到伫旷野，踮伫遐40日，受到撒旦的试探。伊甲野兽做伙，但是有天使来赐候伊。马可阁有另外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是这个甲野兽做伙是啥物意思呢？咱有可能会认为这是可能性，耶稣不断受到试探，但是嘛有另外一个可能性，敢会是那亲像迄当时啊踮伫大船内面，那啊甲济的动物定身和谐，搁生活做伙一样呢？这两款可能性拢有，这两款可能性拢存在，也就是代表当耶稣来到伫世间了后，要重新恢复甲世界万物和谐的关系，也有可能踮伫一切的试探内面，耶稣也不断需要领受对上帝遐来的快乐，赢过这一切。这也是咱所爱行的过程。咱嘛会受到试探。但是咱嘛踮伫这个试探的过程中间，重新感受上帝应允是咱甲咱身躯边一切恢复和谐的关系。对顶礼拜拜三开始，教会的节期进入一个新的节期，是大斋节期。所谓的大斋节期是踮伫国外这进前，除了6个主日以外的40日。伫这段时间，这个节期特别，传统的教会会鼓励信徒踮伫这段时间，咱用敬食、用祈祷、用默想，学习节制，重新来学习悔改甲顶头生的功课。咱定定真惯势过圣诞节，因为圣诞节是欢喜的，咱会开足一个时间备办圣诞节，准备即马要庆祝，但是咱足少认真去面对过活，
特别踮伫国外进前是受难。踮伫教会的这期内面，这40天的时间是通过不断学习这济的生活，学习重新悔改、禁食、祈祷的生活，咧准备一件事是咱要甲耶稣同受苦，将咱一切的罪恶，搁一摆摆列踮伫上帝面前，一直听候到国外节会到。过去永远是对咱开始，团体性的改变永远是对个人性的悔改开始。所以伫这40日中间，检采是一个对家己悔改的事。当咱也面对这个世界变化的时，咱搁较需要这个悔改的信息。过头的浪费，过头的竞争，过头的追求享受，递到整个世界受到破坏，受到污染，那亲像迄个霾踮伫咱的天里，互咱无法度搁看到天清的时。拜三是这个大斋节期的开始，踮伫教会的内面，这个拜三拄啊过迄个拜三夜，因咧讲这叫圣灰日。圣灰日是啥物意思咧？有一传统的教会会有一个圣灰日的崇拜。这个崇拜会摕过去旧年中秋主日的迄个中秋叶，甲伊烧去，成做一个迄个灰灰，成做灰。啊，然后将这个灰咧，会抹伫人的头壳顶，等伫抹伫咱的额头顶画一个十字，咧提醒人讲，上帝用地上的土来创造咱，咱有一日，咱也要归伫土。上帝用这个土来创造咱，所以咱是软弱的人。求上帝施恩，通过这的事，咱提醒，咱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咱需要悔改，转化咱的心来归向上主。因为只有倚靠上帝恩典，咱才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当我咧看侪人分享参加这个礼拜的经验的时阵，我会发现，咱最近拢足惯是额头互人对对吧？我们很习惯额头被人家对，对不对？逐礼拜来做礼拜，拢爱有人摕一支，逐礼拜拢爱，咱即摆拢足自然的，看到人摕一支物件，咱自然都，头都歪去啊！所以咱已经过足久的时间，咱拢足习惯，咱的额头都是爱互人对，啊，然后甲你讲，哇，即马36度，30几度。若是安尼，咱嘛重新来想，这个撒灰日节这个动作对咱有啥物关系呢？所以今仔日我要邀请咱平常时互人对额头对甲足准啊。啊，今仔日咱是无敷，但是我要邀请咱做一个动作，用咱家己的手，咱来想象，踮伫咱家己的额头画一个十字，好无？这个十字咧提醒咱每一个人，咱是属上帝的子民，咱拢是真爱。上帝对土中间创造咱有一日也必然要归伫真爱。咱是有限的，对疫情，咱愈知影死亡其实离咱足近的。虽然咱踮伫即个土地，踮伫即个岛屿，咱哪亲像伫一只大船内面，总是死亡犹原围绕踮伫咱的身躯边。伫即段时间，咱有亲人踮伫国外，因也确诊，有的是确诊，甚至有人因为武汉肺炎失去因的性命。这项事老实讲，离咱一点仔拢无远，所以也一直拢踮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所以他拄仔这个十字咧提醒咱需要
转来到伫上帝的怀抱内面。咱需要悔改，咱是有罪的人。咱永远拢伫有限的人生内面学习去经验上帝的无限。伫一切落大雨，伫一切混乱变动的时，咱咧期待好过天晴的时。咱也咧期待，咱会当看见星出现的时。咱期待，当上帝搁一摆将伊的约赏赐予咱的时，咱会当转到伫和谐，转到伫创造美好的时。人无算讲是啥物，咱不过是真爱，用头所做，最后咱也要转去到伫真爱内面。额头顶面，咱拄啊画即个是一个是美色，是无形，但是伊却要带予咱一个新的力量。伊要转变咱，对咱个人的悔改开始，咱要经验整个团体性的改变。上帝用伊的独生圣囝，成做咱的拯救，互咱永远会当学习一切改变，拢对美色的开始。咱是有罪的人，咱是软弱的，咱需要学习真实的谦卑。英文咧用谦卑这字是动词无？humble 这字有动词的意义了，所以代表讲，迄个谦卑是啥物？上帝互人谦卑，是上帝用伊的行动，互人谦卑落来。伫这个时刻，是上帝互人谦卑的时；伫这个悔改的时，是咱重新认咱的罪，重新搁出发的时。请咱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愿感谢你，愿是软弱的人，愿何等需要你的赦免。主也通过遮尔大疫情的改变，你互阮学习什么叫做谦卑。虽望阮踮伫台湾即个都市内面，阮是安全，若亲像哪啊踮伫大船内面，总是阮也知，当即个世界是一个共同体，阮有侪亲人踮伫国外，因受到即个病毒的影响，有破病。也有人甚至失去因的性命。主你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对心内底搁较知，毋是因为阮踮伫遮，阮是安全，所以阮才有祝福，是因为阮逐个人拢咧学习，阮爱尊趁你的款式。阮需要知，人真正是有限的。照着阮头拄仔踮伫额头顶所画的十字架。求你搁一摆提醒阮，阮是你的囝子，阮是有限的罪人。你用土来创造阮，有一日阮也要归伫土。求你使用阮，互阮对阮个人开始会当带来整体性的转变，互阮对悔改，阮认阮的罪，面对罪的代价就是死亡。听候到主耶稣，当你受难，为着阮的罪牺牲，洗除这一切，也搁一日，阮要甲你同过活。愿主将好过天青的愿望放伫阮逐人的心，改变阮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咱三个来吟诗，圣诗第543首，我爱学主的款式。我
最依靠神，爱有主的关系，爱有的备，欢喜顺叹的情，永远不是一个。为着要报答上帝恩典，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。咱先来读本周的金句。我先读一摆，咱等下做伙来读两摆。讲日期满啦，上帝的国君啦，恁着反悔来信福音。马可福音第1章15节，咱一齐来念。讲日期近啦，上帝的国君啦，恁着反悔来信福音。马可福音第15节，第讲日期满啦，上帝的国君啦，恁着反悔来信福音。马可福音第15节，是我来报告。
小会公告：本会伫2021年定期河湾河会定伫2月28号下主日召开。当天礼拜时间伫上午9点开始，并伫第二堂并合并第二堂的礼拜，联合礼拜使用台语、华语双声道讲道，欢迎华语使用者参加礼拜。会员名册伫2月7日公布伫礼拜堂后面的公布栏，若有漏交也是错误，伫公布后7天内向小会员提出补正。当天会员未当出席的，请甲各区的区长请假。教会消息第一点，因为农历春节放假的缘故，2月7日、2月12的奉献资料已经刊登伫今仔日的周报。2月14、2月21本主日奉献的资料得伫2月28刊登周报。第二点，109年学年度第一学期奖助学金接受申请，符合规定的学主向干事索取申请表，并减负学期成绩单甲相关的资料备查，申请到2月28号下主日截止。第三，2月28号下主日，本教会举办中级甲同工的训练，伫新丰教会观摩交流。已经报名的中级同工，请预留时间参加。再来集体交通，本会苏武川兄弟伫2月20号举行告别礼拜，遗嘱感谢牧长、中级会友的关怀，愿祝安为遗嘱。这是咱请老牧师来介绍。好，咱昨有举行木川兄的告别礼拜啊，所以遗嘱要咱感谢美恩甲荣典伫咱中间，也请咱继续为着美恩甲荣典祈祷，因两个拢还阁咧读册，还未毕业，所以请咱继续关心，也为着因两人来祈祷。好，咱今早起也有一个新的朋友来伫咱中间，叫林冠廷弟兄，不知道在哪边。林冠廷弟兄啊，可以让我们起立一下，让大家欢迎你，或大家欢迎这个你头一摆来伫教会中间啊，请坐。好啊，以及这礼拜是雄拜四啊，拜五接到民事的电话，讲爱请咱斗相共一下，因为因即马咧拍迄个玛雅各医生要逝100周年的迄个台湾演艺专辑。啊，阮一开始就问讲，玛雅各毋是应该去因可能会讲无，即马赶紧因为足急的，所以麻烦咱教会会当帮衬因，互因翕一寡画面，所以咱今日嘛感谢因踮伫咱中间，特别欢迎因。好啊，阁续来补充的报告是，咱个中会对迄个3月初5、3月初6，拢有迄个马纳国医生必逝100周年的一纪念活动。啊，3月初5拜五暗伫迄个文化中心演艺厅有一场音乐会，啊，迄爱摕迄要锁票啊，所以咱若是有要参加的人，拢会当到伫教育大楼迄边来填写啊，摕迄个票。啊，到时就是3月初5的暗时点伫文化中心有迄个音乐会，嘛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参加。啊，3月初6拜六的时要点伫迄个南神头前迄个青年公园，青年公园要改名叫做玛雅各纪念公园，因为叫做玛雅各纪念公园，所以迄天吼3月6号迄天点伫青年公园遐要封街，中会要办一场园游会，所以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当踊跃参加。啊，听讲10点的时阵副总统要来，赖清德副总统要来，所以中会嘛邀请咱尽量动员，差不多迄个时阵会当做伙到伫迄个青年公园。啊，迄天会有园游会，会有坐迄个单位点伫遐，所以嘛邀请咱。啊，然后中会阁办一个捐血活动，所以嘛期待讲咱会当捐血的人嘛会当来到伫办公室遐，拢爱先报名，鼓励咱
做伙来支持吼。所以3月初5甲3月初6，是3月初5暗有音乐会，3月初6迄天是踮伫遐有园游会，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吼。以上做遮的补充报告。咱来用上一个诗，圣诗第390首，何乐天父万福本愿。临时说，请拉牧师祝祷。何乐天父万福本愿，愿灵经大人来交织。何乐耶稣将我罪犯，罪我中不将你忘还。有多信心感化罪尽，受属灵灵魂归之心。有多信百姓行信心，三义兄弟至心至尽。咱做伙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踮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，对答到永世代无煞。阿免。